位市民、各位九龍中嘅選民，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民建聯嘅李慧瓊。首先，衷心感謝所有市民對我嘅支持同信任，讓我能夠進入議會代表大家。我有超過20年嘅議會服務經驗，由區議會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到全國人大常委，我一直虛心聆聽市民嘅心聲，用心服務居民。我今次參與地區選舉，係要同市民保持最近嘅距離，同我嘅團隊拍檔、政府部門一齊同市民打拼，建設更美好嘅香港。過去4年喺大家共同努力底下，我哋工作取得一啲成績。九龍城區多個重建項目啟動加快。黃大仙區應對人口老化，我同超過100位社區領袖成立大聯盟，全力爭取政府盡快落實第2個10年建院計劃，喺黃大仙區興建全科急症醫院。我哋亦都成功爭取啟德輕軌由無到有，東九龍沿線預留空間，伸延到慈雲山、瓊富地區一帶。同時成功推動修訂保護海港條例，為打造九龍新海濱奠定基礎。我會繼續爭取政府加建居屋，重推租置計劃，讓到年輕人、夾心階層可以擁有自己嘅物業，增加佢哋向上流動嘅機會。香港面對不少嘅挑戰，經濟要更多元發展。本地工人就業要更好保護，人口老化，中產生活壓力大。我會用好人大常委嘅平台，推動更多有利國家香港發展嘅政策，創造香港更大嘅發展動能。我相信我嘅經驗可以同市民、政府一齊解決深層次矛盾，提升治理效能，發揮好香港優勢。一直以嚟，為更好服務市民，我不斷提升自我。上年完成北京清華大學嘅社會學博士課程。我為咗提升理論基礎、科學調研嘅能力，同時作為專業會計師，我擁有超過10年協助公司上市同埋審計經驗。我會善用跨界別嘅經驗同知識，用專業務實嘅態度審議政府提交嘅政策同法案，將市民心聲帶入議會，將市民所想轉化為政策成果，更好咁樣為市民。